接来做客慢人来了，今日来同我打嘴鼓嘅呢，係我久仰嘅最難定義，好做幾多事情嘅吳慶克先生分享。你好，主持人。老師，你今家分享呢幾少人出價？我係新竹人員嚇，我講去了。我係吳慶克。你係文史工作者，嚇。做得介稱安尼啦，吼！唔過最有名嘅時期，唔係李總，吼，有名嘅李總，也個李總做幾多事情哦，吼，每像一招李嘅事情，他的那個管的範圍很大哦。我可能今日有請到吳先生來，都係用一條嘅小物，吼，一條物品來認識，剛才的路先請我哋小助理，吼，第一步我哋睇的，吳慶克先生重要嘅物品係乜嘅？哎呦，蟲，嗰蟲呢？哦，當蟲哦。也係乜嘅？哦，梗係咩盤？咩盤？咩盤？哇！年輕朋友們能厲害嘛嘅喎，應該唔知更加係要睇學下水筆絲毛唔知呢嗬，更加學教唔知係要睇教毛。毛筆字啊！我公係傳下來。也係阿公傳下來嘅。係啊。因為我公讀韓書啊，因為寫毛筆字。哎呀，一多年了呀！最少有200年咧。哇！傳家寶呢？係啊，你未盼來我哋嘅鄉下嘅所跳了嘅大石師傅大。哦。佢分石。佢分石啊，所以佢嘅石頭就好軟啊，要啊。佢裏面些會好。冇嘅，咩的吼！哇，咁攏會係安尼留下來按重用。嗰當時我講39年到街路開農建。哦，嗰係我4年呢，5歲時到鄉下馬上都搬到竹中街路到一帶，所以我4年時就看到咱未辦嘅。看到我講我爸，用毛筆記帳啊。所以以前同我讀國中、高中，我做編撰，所以咱未辦，讓我當做感情。所以之後我來從小嗰些，因為我啲農業對面係一竹中嚟搞嘛，我讀嘅線上就教寫台詞，所以我是鼓勵去學。但是咁多講佢學幾年之後，去參加嗰啲金鵝獎啊，花絮期刊嘅比賽，那全身體驗樣。哇！嗰小女人都有。嚟個下所以講啲咩攀啊，定係當有感覺係嗰啲五福嘅一隻生活係一隻記錄。嗱係嗰之後，當你講係一隻文史嘅書寫一隻嘅推動力啊。係咪？唔係喺呀下面係開米行啊？你們家你呀下面係賣米草毛？係以前開農建。我講39年開農建。以前忙開農建是嘅國飯呢。國飯呢是老鄉下收購啲谷啊，買本嘅新竹商嘅農建。啲果商是傳嘅嗰種係。差價我之後我講我自家都空農建所以講到竹中街路開下農建。佢說唔但請有個咩盤對阿公傳下來，唔嘅頭路咩係嘅嗬，唔能路卡就係一路嚟來，老港中老米非常有關係。係啊，是有關係，所以講我爸人會寫毛筆字拿進獎啊。係我是唔會寫咧。唔會寫。唔會寫。係啊。不過我嚟，我要叫傳道兩年嘅咩盤嚟繼續嘅傳承下來。今日嚟看天意行，吳先生帶來嘅物品，我哋做得來認識一個。哇！一種錄像片。呢種。牛茶咧，民國40年咧，
因为早期啊，牛叉，要种开黑的路卡人哦。系啊系啊，有大部分华人，所以呢做山木做好，饲啊好，这样係嘅土壤農業改良廠嘅人。基本上係農改廠嘅研究啊，河龍應該下佢生活又好，因為挨爸對呢農業當有興趣，所以佢要交接到呢改良廠係相關嘅人。所以家下改良廠嘅人攞一些都有下機會啊，用牛叉等協助呢當正規嘅上邊。老頭朋友講啊，用牛叉當小呢，從喺種下簽出三家。用牛叉是係老頭朋友農業一隻從有錢人嚟，一隻從一下佢變路嘅人哦。係啊，所以家下我啲係仲要三隻家畜要用牛叉。古說爸爸唔係請接阿公嘅農耕，唔係唔單請買米。佢之前是因為我講家下同喺下漢山嘛，都要耕三7甲人嘅田。所以這個沒有當中。我爸對呢農業，佢非常有興趣。所以家下佢為到呢田條都學5.5呢。佢5.5啊，佢應該是算嘅，因為學5.5。韓國咧修東之後，佢會種網頭啊，種喺自然園嗰度啊，種喺嚟做咧堆肥用。哎呦，家下就按油頭喏。係啊，所以家下佢最尾面嘅50年些，家下賣海部新鮮體，佢買嘅全部當有新式嘅嗰種係農業嘅頭腦。包括家下要嘅根源基出現，家係咪挨把持續緊？哇！用田業嚟來田啊！家下從係時天，家下用皮嘅苗啊，育苗啊，家下佢咪持續緊用嘅基於時天。佢有實驗精神。基於時天，而家要越加，越加嚟各種俾佢發苗出來，因為越加出來，該東西時天的一些該滾一片拿出來，拿出用基於時。所以家下老頭把啲割火器是用熱頭曬嘛家下把油味要學到講用機器嚟曬過，用燒油啊，一下是全部冇用曬嘅，全部用燒農行，用機嘅熱土嚟開過。好，剛才你來看第三項，吳先生帶來嘅物品，也係，該不會是？呢係攝像機啊，呢係嗌啲傳統啊，嗌面嘅60年左邊傳來兩個器材嘅攝像機。也就係民國60年家下機台啊。係啊，60年啊，家下用嗌啲講用嗌底片啊。是眼溜燈哦。60年啊，嗌家左邊傳。瓊蓉，年輕朋友們能厲害嗎？給我帶片呢？要用得快啊！依家用帶片反正也都係底部係給啦裝嘅帶片呢，裡面以前要裝底片，家是冇，算了，有點忘記要怎麼開。所以也係你去幹買啊？係家下係。你去幹買嘅？唔係家下嗌爸家。係唔家下係上愛翕相。係家下像自己提擺對咧翕相有興趣啊。家下講要一照相機當難得啊。傻批嘅。家下價錢遠。係啊。就買要到啊。係啊。我想講愛開始來翕相咯。一路先又買啦，而家興趣吧。唔過講起來，家下係有可能弄到一台翕相機，大家都會想要。
吼，因为我感觉可以翕相係幾好嘅事情安尼。所以我有了部攝像機，所以前年我冇下嘅屬新竹打起一名。家下新竹第一名係1078斤。哦，所以家下我是當我啲新竹市最高山，我掛到有是差唔多8公嘅屬豬嘅豬料。所以今年呢，即家注重嘅話，選出來嘅，畜產網地達到7點啦。所以我用呢攝像機。翕下假設裝當正規一方面，太足誒。所以這幾年呢，新竹縣政府要推這個移民呀新竹誒，一隻相片啊，所以我也提供差唔多工作攝像。咁翕太足係一開始最開始翕嘅東西之一，係咪？你家好翕嘛嘅啊？你最愛拍什麼？家下嗱要翕最重要。結婚之後，我60年結婚啦，再翕自家供養啊，翕自家成日啊，所以我成日啦，我日來日冇翕當多啲成日嘅照片啊。你看人嘅相片。係啊，會用了大片，用幻燈片。我們是用單眼嘅。你是雙眼唔係單眼。之後就。慢慢用，技術用了引進鋪沒談論，用心咧。所以相片，係會要加分裝啊。翕個相鋪啊，計怕係加白，咪日本相鋪36張。細盲影翕噃嗬。我計怕要加白本啊。可能對吳先生嘅一個開始嗬，對阿公開始啊，後來係講到嘅興趣。不過呢，其實吳先生一個理長做係非常多嘅事情咯，嗬。我嚟聊一下，我繼續來打嘴鼓。好，先生試一下茶。做啦，要落來咧30年，我認為對我嚟講，當然是一隻新舊嘛，那一隻才提應該講係風雲人物啊。先來做客，歡迎來了。今日來同我打嘴鼓嘅係吳慶克先生。我講到先生嘅對細時節吼，那盧卡其實同農業非常有關。啊，後來也個退伍過後呢，又好翕相，後來又去做理總，侬會去選理總嘅咯？家下8月3日啦。因為為做理總啦，係當時我到金山啲開麵店嘛。開麵店嘅都我嘅老婆農建老人合建啊，合建是要冇需轉移大啊，轉大我嘅農建睇到咗，水餃啊、赤島啊，又話用冇人嚟插喎，家下我啲當時認為講做理總是水餃會痛嘛，馬路會響嘛，喺路頂來比較嘛，我講係咧制度出問題嘛，咪先？我嗰陣時候，我都轉到股票咧寫理就好啦，上咗會大家服務，我都當我提三萬個講，用寫理總係用嘢啊，用你按後寫，因為到你自家嘅金山理寫咪。你當係賣米賣多年嘅你未拿當數。我睇下啲小學好，我是等喺面前喺金山啲選嘛，所以把生意什麼係選到咧，所以選到之後呢，因為家下當多事情來做，家下都喺啲金山啲本進修嘅工業區、科研區，要當多問題來解決，所以家下呢。我係學到當多，又買做事情，又買為民服務等等，之後呢，84年讀家下清華大學嘅李店長教授，家下去到新竹市文化中心那隻案啦，按到金山面沙氣師，嗰種係書寫，佢家老家嘅碩士，研究生，
介下去是我亲爱的金山面，比较你的立场，我竟然为立场好有嗰種嘅行動力，叫做心腸愛。心腸愛之後，我講正業呀，我哋金山面嘅歷史、人文、自然，介下啲嘅，我一片樓梯面按到金山面啊，介下唔地講金山面有當豐富嘅自然資源，包括佢歷史嘅文化，嗰種嘅嗰個古蹟，所以因為兩人的關係，所以我常會進入了文史呢隻區塊去認識。咁我才提我300年來我自己寫出來寫研究嘅東西，讓大家了解我哋才提嘅人文佢嘅重要。我想我做呢種呢點我要做到咧。從呢下是講我哋推動嘅。大家來寫春詩，係強樣，所以之前嗰啲是要做嘅。其實我哋也偏看到也中規書就係吳先生寫嘅哦，因為我感覺講起來唐城市就係唔本單，是係想愛尊敬嘅愛比莫色多，路定愛比講，路愛平去縣里總。結果冇想到，你去縣啊去，做李總做啊去，做會按多事情，你開始咩冇想到呢？結果我寫，那有李總我寫按多書嘅呢？其實呢個東西我認為難做啦，冇想強到啦，冇經常嚟講下元啊兩元啊，我經常下元兩元呢個書出唔來嚟啦，因為呢個書冇線票啊。冇線票啊！呢個書是你寫書係價行係慢的啊？係啊！你寫很多書，你寫書幾價行？寫行超過吧有200萬字。今年我帶的係一部分而已。真嘅啊！做唔得上愛連任呢哈？係啊，因為連任做乜寫書呢？因為你想連任，你不可能做了文化的東西。所以我聽講文化是冇票嘅。唔係講我做了文化，對了傳統嘅呢種該做嘅事情冇做，我係繼續做啊。水餃米蟲要做多麼久啊？路燈嚟唱，梗係基本功啊。馬路嘅片，我哋未整齊啊。所以我做呢種是做一隻按照另類。那普通人冇強項嘅。我做埋為。做呢一項係條路，佢最重要。佢行喺金山嘅本文化局先到係下去讓出嘅示範點。你寫到示範點之後，我哋嘅認真啊，要學者專家落來幫忙我哋啊。我哋時候認真來看書，認真來落喺度專家學者來學習啊。所以之後就慢慢講究呢個東西。咁一開始啊，咁有黎明唔認同做嘅，我有人一開始會講，呀，李總統做按多按有會冇嘅事情，因為我唔抵唔睇做嘛嘅嘛。你係說當然講啊，有到一下我哋因為我哋最先做呢個事情嘛。係啊。所以就裏面呢，佢就從按重要係麼？係啊。佢就幻想啊。譬如你種冇做。你做啊做呢個東西係啊。咁你就完全係去，你沒有質疑過嘛？就係喺咩愛路做大家講嘅去做。基本上我冇想很多啦。如來呢30年，我認為對我嚟講，當然是一隻成就嘛。嗱，一隻才提應該按照風雲人物啊。大家出名。有人當出名，因為我擔任嚟呢種事業，我擔任當多嗰種嘅職務。當然唔係文史之外，包括我啲嘅環保，包括我啲嘅嗰種嘅保護樓梯名，等等，韓國啲學校嘅嗰種嘅命名等等，我全部要參與啊！包括我科研期嘅污水
处理廠偷排废水啊，有咩嗌未幫我捉到啊？哦，佢做埋咪偷排廢水，當時因為靠引起嘅工廠，而見成家，嘅污水處理廠啥對唔到嘅呢工廠嘅發展啊！我幫咩嗌減機之後，所以靠引起其實快馬加鞭，是停一下嗰種污水是建立起來的啊！哦。所以我又咪會對呢地方係有認識，嗰種係尊重。所以我認為我係金山名人，哦，當然你是企出來恢復我哋金山名人嘅環境嚟，哦，你係是義不容辭啊，哦，即係講既然有這個環節，我當然是會做入意義嘅事情，哦，呢啲是我做呢種，一開始我是有個想法出來，哦，不過我係當感謝啦，嗰下像李丁贊教授喺度啊，嗰個陳板啊、潘啟燕啊、楊創全啊，哦，嗰啲人嚟幫我有隻想法，哦，所以講基本上當到事情，你做錯嘅事情，你係都到對人，哦。我認為呢一點當重要，所以30年來回頭來看自家喲，我哋好得好難啊，用咗辦法寫咯，按到本書，寫到按到地方嘅人文體檢餐，敲門呢度有到消息睇咧，有到呢度唔記得咧，我哋是30年來建立一隻最好一隻鄉土教材，所以我哋呢啲書寫出嚟，影響滲透當到像廣東學校、科研學校、龍山學校、新亞中學，韓國了到之後新科嘅中啊、光武嘅中啊，嗰啲係鄉土教材啊，基本上你唔可以愛寫嘅，你係地方文史嘅一隻著作。我認為呢種有辦法好做到呢一點，我認為是一隻當出得大家係認同嘅地方。好。啊，請先生試下茶，我哋等下個繼續來講，還有嗰度先生喺嗰度豐功偉業可以講哦，你先試下查了一下。有辦法幫國鐵轉換，該公部門做乜嘢事情，該是我一下去有辦法做到嘅。也係喺新竹市金山里6年，喺樓梯嘛按到封控，呢種樹老樟樹係喺新竹市300年嘅，新竹市最老嘅一條老樟樹啊！喺當時83年到那邊做里長，之後呢85年都高鐵開發，基本嘅消息是講呢種樹而已。包括當時白宮下面有10萬白宮，所以家下呢，我哋是到高鐵協調，經過2年嘅時間一直到87年代，佢高鐵幫我消息講呢樹有辦法留下來，所以2年內我哋啦攀東多發通。到啦台樹下，佢攀嘅老人家嘅講古，還有選頭嘅那條小學、中學嘅學生來進入呢地方做鄉土教育，所以家下民國83年，我哋是有建行呢下當行嘅一隻文史嘅一隻書寫又買到自家嘅故鄉。本大家了解，打開故鄉嘅知名度我實在佢留下來冇人容易因為國家係從台建設咗
几个人在路头摆是讲，拄到树是长树啊，拄到木是长木啊，哦，几个定律是安尼呢？所以我哋家下到了做社区养草，我哋梦想到讲有办法成功，因为个体係一公部門，哦，接行一隻國家係重大一隻政策，哦，所以我當時是昂做。我認為啦，你係有辦法留下來，那是本一家社會對它反駁一下年輕，所以這棵老樹也被列管叫008。所以我們現在新竹市從這邊開端有保護老樹的條例，所以現在已經有138棵了列管的，包括我們豐空，像這個列管的就有1棵、2棵，就有3棵，都是超過100年的老桑樹。哦，是這樣。我認為它的意義相當深。第一，公部門節省了；第二，讓老百姓知道家鄉的價值在哪裡。那我們也是把自然保護下來，把這個老樹下的伯公也保護下來。啊，因為這個伯公是我們漢人眾的一樣精神也要信仰。啊，所以我們保護老樹運動呢，所以之後呢，就變為一個很好的鄉土教材。誰來做客？歡迎來了，今日來同大家打嘴鼓嘅係一個很另類嘅里長吼，今天先生，啱頭都講到啊，有一個很大的成就，先生其實有幾多嘅成就，都是一般的里長可能做不到，也不會去做的。啊，還有一個幾大嘅成就就係，一個里長可以搬高鐵轉彎呢，吼，搵到一條路樹誒。其實啊，我認為從我一做里長之後，最先判定我下去自然嘛。哦，所以家下李教授落全班落嚟之後，我就了解我金山里長嘛自然嘛。哦，當時撈散發撈一啲，哦，用眼多，上我一封空嘅白宮有3、4錯知道，還去羅莊樹。超過100人的家頭啊，所以我依家下是很記得了到長輩同我講故事，然之後我哋土當到孫都學校嘅學生嘅先生同我做鄉土嘅教育。哦，你啊，我哋講出來一隻嗰種係一隻社區走讀活動等等，比儀式我哋呢邊呢，哦。科研嘅源頭要按豐富嘅自然資源，行政院，哦，這個文建會先到社區總理營造的示範點，有全城15隻社區，所以我哋金山里金山未上面先到咧，先到做我哋咧宜蘭園林公園展覽27年，哦。所以家下呢，幫我打開了種地方嘅資源嘅重要。家下省政府發起60千萬，期盼一隻非常嘅大型嘅社區總體營造博覽會。哦，家下有歐洲、美國、日本嘅社區營造嘅一隻規模嘅嗰種嘅。幫佢哋了解，還加上佢財體宜蘭，家下是全台灣的示範縣市之一，所以佢家下資源非常的豐富，佢社區養草嘅一隻案例幫佢哋學習，哦，所以要到佢20日，哦，要學習轉來，所以佢閉幕典禮，佢下前期呢。文建會就會向我代表所有嘅社區，同我發表嘅閉幕感言啦。哦，因為講做隻里長有辦法做隻社區養草，佢當難能可貴嘅。希望講里長嘅呢一種嘅做法，能得影響全城。哦，所以係非常風光。哦，所以。我老2年的經驗拿轉來，
那像呢有本财铁老百姓，本地汉人性也了解，所以当时我哋多年那些，该行我哋该中央研究研究，你认识佢两伙是由来现场，让我签名啊签落去保护金山面300年老庄树的，嗰種簽名。哦，所以我哋家下做當多啲香港嘅認同，哦，一步步緊漸嚟落去，根本公部門了解。哦，你都會春聯、動動嘢，唔係槍劍上面本點面線，然後當多啲到台灣各地嘅工作、文史工作者。包括了都會做下去養菜嘅，相關嘅團體，所以家下我哋非常喺家下當有名嘅，家下相關嘅報紙寫嘅，包括了電視台、特輯台是有翕過我哋片啊，哦，家下按多年來相關嘅個模圖啊，超過1000片，超過1000片啊，所以我家下。要留記演演起來4台本啊，4台本啊，所以家下英國就會有壓力，對企業就有壓力。所以家下5年獎啊，比市長還有名去講，還有兩個嘅故事。哦，所以之後呢，哦，讓啲愛啲嘅嗰種嘅做下去養草保護也老樹嘅觀念，本大家咧15歲之後，哦，台灣嗰啲要長到咧，哦，不過我認為好得都到任期，哦，因為任期佢有人文嘅嘅想法，哦，所以講我見到我朋友講嘅，做錯嘅事情嚇遇到錯嘅人，所以家嘅任期講我就好小心，哦，也數我有辦法能去補下來。有咩補下來，路線稍微差，然後佢施工方式改變，數是還補下來的，哦，咁樣我哋冇想到我們施工啊，哦，我哋是講硬做，因為咧係做錯嘅事情嘛，我想老天有眼嘛，我是這樣子，就想講我做錯嘅事情。可能就會有好嘅結果，冇想象咁多，錯嘅就去做，哦，你想多些，就唔可以做誒，冇辦法，就唔會做咧，係就唔會做咧，係，所以我見講呢啲東西唔係講做了是有票，從容冇票，係，哦，本來是不在乎，最尾留下來，有辦法。本國體轉換，該公部門做乜事情，該是我一下去有辦法做到嘅。所以下去養草是講，到腳下向南北一隻國想，也係最好嘅例子，係一隻最好嘅案例。所以之後是這樣的滿天下人是來參觀，過去佢自己本身咪拿來做啲形象廣告，係對於你咪係最好嘅宣傳啊！冇咩佢咪來喺歐美公司協作嘅電視嘅一張廣告片，包括我係有咩一張明星用用嘅，所以國台站全部要掛喺呢種保護老樹嘅故事，所以佢講用心把事情做得更好，是呢樣東西啊。所以講因為兩年嘅關係，我慳嚟認真投入地方文史嘅工作，包括滲透嘅鄉親，寶山鄉、北部、峨眉、王山、竹北市、關西、新埔，全部之後全部要去關心，
又去做田野调查，所以准备来爱咪，恁得有办法我写出来，写爱啲嘅上班白工，嘅上班白工，根本就千白工，在同爱啲国史馆佳作奖，我也写本变迁中的新都市客家，让别人到新竹市客家人签出来，因为70年新竹县是分家之后，我哋客家人多老位因为有很多年的经验，所以这本书能得写出来，用7大区块理论。新竹市客家人解决，因为新竹市客家人有，才我哋客家基本话来讲有34.5%呢，所以讲客家人没附属呢，他可以当主导的一个地位，所以这本书写出来有美的变为新竹市客家一项教科书公用。所以吴立强所以很多年呢专门做了做大事情，之后慢慢会去发展出去，会去影响对了客家文化有认识的人，会去了解，会去发扬光大。这是我嘅想法。好，多謝。咁吳先生先試下茶，等下我哋我來試唔帶來嘅對牛貼係意義嘅料理哦。好，先試茶，聊一下。今日在基嘅嗰種嘅自傳咪寫出來啊，佢希望講佢有辦法平有辦法好，有辦法行出來，做老嘅少看少，例如千百公，可能時間會。誰來做客？歡迎來了，今日來了嘅係吳慶克先生啊，也個最美嘅一段行眼咧，我請先生帶來對於咱們有意義嘅一出料理。剛才如請小助理問本眼咧，可能今日吳先生帶來，謝謝，也個係牛肉麵，係冇？牛肉麵。做嘛係牛肉麵對你有特別的意義？因為我本樣家下新竹市轉變咗之後是60年啦，已經搬到我哋嘅新竹縣內灣。內灣高速，所以家下內灣就當到嗰度路邊屯下來嘅。屯下來嘅。冇識到。我想試一下嘛，試一下過來講，好真呢。當我試下。女灣教書。家下60年，所以家下佢喊幫人家數字之前其實有老將外省人開，而家4點5點。有，還佢做嘅，永遠沒當我學。他喺外省人是高級又蠻做。我們人家結婚之後，佢到內灣搞6年嘛。我們是要求人家注重學搞24年，一直到90年退休。咁能用嚟飲食嘅？能用啥？用嚟熟食嘅？家下讀20幾歲啦，家下佢要到鄉下馬鞍度搬出到關龍橋大，家下我是屯到關龍橋開麵店嘅呀。要俾照先做，將來我注重，家下晚結婚，將來注重食飯啊。有家下到關龍橋是堵路機啊，有，一名係故鄉人咩？家下我以前還是有豆條壽司咧。本單就壽司。係啦，所以家下是幫我對賭啦。佢說喺廣東口方，就同搭訕，安尼係咪？你就跟他搭訕。係啦，家下佢行路誒，到注重插頭錯
做河下屯内湾高速内湾县，哦是两人呢，哦，两人关系所以该下落去恋爱是差不多2年，到64年是3月初就结婚了。哦，啊，古早结婚呢，夫人就很常煮牛肉面本身，系咪？因为本身当好生有面。哦，本来就好生源。嘿，所以啦，对了食了方面啦，当然真以好。以强教人，因为主食系一只小确幸样啊。也好做时间嘿，系佢當新舊嘿，一隻，嘿，佢而家險知啊，做到當歡喜啦，因為做到唔歡喜嘅東西唔冇信嘅，錯過，嘿，所以唱人嚟講啊，將佢做到歡喜，要該用嚟感情，要該係溫土落去嘅，該炒出嚟菜，有愛在裡面，是冇窮樣嘅。该地位是有愛心的，愛心湯在裡面的，有該種嘅用心，都喺地位度。唔家好嘅先李總啊，伊冇反對哈。當時佢也有反對啦，冇準備啦，你按上來為提供服務，因為佢啦真心嘛。他有預料到啊，唔會做到安尼哈。人們講佢點解結心啦？也做些是透亮亮，是當熱面，當用心，佢對我當用心，那當對我當通用，有一點當溺愛用，所以我當感謝佢，也到佢結婚之後對我嘅幫助，應講。比較成功嘅時來，該後背一天是有隻當獻富嘅，該供養。一定要有支持唔嘅人，容易入支撐。所以當然佢啊，心裡下巴會發表你寫文章要係向愛看，因為一開始愛文章寫當硬啊。冇講當要當現實嘅東西硬冰冰當理性嘅安尼論述安尼吼。所以講，呀，今年我是來出本書，按照照見幸福。就係一本。所以也個係某個時期嘅。家下佢注重佢嘅母校，人嘅母校，拿去教書嘅地方，愛學校內。介相片。你做乜會寫一本書呢？我以為當順看到當順嘅種照片啊，佢嘅教書佢嘅宣頭係佢嘅教書嘛，佢教書係教書啦，佢教書我背喺度要欣賞，所以講嗰時我落去做咗封面。咁做乜會想去寫一本書？因為當時佢身體唔好，有2年人咧，所以家下前年初其實到病床上是寫下來，花2、3年寫有12000字。是老幾底部沒有，老幾2、3年咧，個故事全部交代當清楚。底部有。係啊，佢寫事啊。兩人寫交代佢寫伊自家嘅故事。係啊。所以我們應該是到佢腳上是打天羅打出來，看到沒於心不忍呐。其他人應該是講，那個是老佢寫文，咱們寫文書，借用佢嘅自傳，人家愛好翕相。老佢認識結婚之後。生兒育女，含飴弄孫，該都係按老位出我未了誒，該種係老佢集結成冊，所以我有辦法寫很多書來感謝佢，包括清白宮，唱到當作是紅橋咧行路，老有白宮時翕，
哦去访问，哦，今日赛季也嗰種誒自傳嘅寫出啦，希望講佢有辦法哦，平有辦法好，哦有辦法行出來，做老嘅少看少，例如千百公，可能時間會。講的我艱苦吼，老師平復一下，這是你哦，好按眼刀哦，應該有長的時間按眼刀哦，你年輕的時候很帥呢，家讀喺野柳啊，家老經年輕些，難怪你跟他搭訕，他會理你。很帥呢。他是一個很動經典的、動傳統的一家客家婦女。你下成為簽到嚟啦，因為當現代冇傳統的嗰種嘅溫良恭儉讓。跟我們這一輩的冇共用誒。所以講喺兩本書小學之後，喺見到當的朋友講，要活在當下，要珍惜，人生沒有如果，只有結果。所以我兩本書有到上門前面後，又去看到哎，你最感動哎，有辦法少看少，那是當難得的，你下人做唔到呢，就後生人。熱戀的時候，有辦法我修改，就都是結婚之後其實50年，結婚50年哈。好，老師你是我的榜樣，我希望我結婚50年可以同我老公數天數明月三鋪兩班總安尼。係啊係啊。今日非常感謝先生分享咁多嘅故事，我相信我韓國觀眾朋友都有幾多嘅收穫。多謝先生，謝謝。什麼？要繼續吃完嗎？也可以有多標準。